机车若要跑得快，油门得爱吹一摆，吹一摆哪个跑不快？一定是你的手尾力无够咧作怪。免忧愁，免烦恼，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已经上市咯。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，只要一挂落，油门反应就好。汽车的尾力是打步、打步再打步。即马人伫高雄市，少一个到淡水河。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是用狗血八刀皮制作，用料实在又搁好，耐洗耐磨，搁袂太高。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互恁知，机会无济，只有一摆。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，买送市，互你送市的活动已经开始咯。车到各大机车行、机车精品材料行查询。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，买爱认明，包装外口有一个圆壳啊，内底写一个黄字的，这是咱单人牌驾车专用手套。